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毋过煞嘛，互所谓性暴力嘅事件愈来愈多、愈来愈严重。就民间团体举办研讨会，邀请全球各地专家业者，对科技介立法等等嘅角度来探讨，希望会当找到应对所谓性暴力嘅办法。网红小玉2021年被传讲制作一寡有名人嘅画面嘅影片，伫咧趁钱，抑个更加早期嘅南韩烟火房事件。即寡拢甲所谓性别暴力有关系，原来这种类型的犯罪形态，如果因为所谓科技发展正紧，怎么变做更加多元严重？我们一直很习惯于就是跟社政、警政、司法做这个友善被害人的一个保护的服务。我们在科技防暴的时候，需要从预防端扩展我们的一个防暴的一个网络。立宪基金会甲亚洲妇女安迪网络举行科技防暴相关研讨会，邀请要甲400位来自62个国家的专家业者，抑个民间团体参加。重点是性别暴力伫所谓科技中的演化，抑个对于科技立法等方面有甚物实际处理？性别教育平等法，还有性别工作平等法以及性骚扰防治法，我们对于相关的一个性骚扰的一个防治，还有对于申诉等等的，也都有一些强化哈。明年的3月8号也会正式来上路。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online and technology facilitated violence, we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ith the same root causes and dynamics we already know so well. Let's keep that always in mind when we discuss tackling online and tech-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科技进步带来生活方便，不过也加紧所谓性别暴力的问题。立宪基金会表示，希望会当经由各界之间的分享讨论，找出解决甲预防的方法，并且提供受害者更加充足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